记录起来监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是咱的问题来关心的是，有民众呢带囡仔去食牛排，结果这个5岁囡仔食到一半，竟然为伊的喙里呢吐出一支螺丝。这店家是有加回息的，嘛无收迄部分的费用。因那台南市卫生局是强调会主动来调查，来保障消费者的食安。民众伫网络上打文，暗时带着囡仔到连锁的牛排店来食物件，无想到囡仔竟然食到一粒螺丝。相片顶面发黑的这粒小螺丝，就伫咧猪排副餐的面下面。事发当下，好佳在囡仔甲螺丝吐出来，就会先跟店家说一下吧。对啊，但是还是要请他注意。但是螺丝是有点夸张，这真的是让人家会觉得怕怕的。所以做吃的真的是希望做吃的老板们，这样大家小心一点点。卖牛排的面条内面有螺丝，互其他的民众烦恼食安的问题。对此，店家表示，面条拢是委外厂商煮好送入来，一包一包现成的，阁无清楚是倒一个环节出问题。当下已经向消费者来道歉，嘛会甲状况向厂商来反映。马上有帮他更换一个，然后就是另外再做一个新的招待他们这样子。他厂商也还没给我回复吧，就是员工训练上或者是你的食材上都会多注意这样子。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呢也安排前往稽查，那如果有查获违反食安法相关的情事呢，则会予以裁处。好佳在螺丝无去到食入巴肚内，不过后续台南市卫生局嘛会主动前往稽查，要了解食物内面有其他物件的相关责任。公司新闻郑云台报道。再来。